看今年第18号的风台3度2，伫透早2点已经增强做强烈风台。目前是位伫高雄南西方的海面上，是往北东以正慢的速度在移动。暴风圈嘛已经接触到恒春半岛、屏东、台东、佮高雄的陆地，对于云林以南、佮花莲、台东、澎湖造成威胁。咱来看气象署上新的说明。 西北太平洋上第18号台风山陀儿，在过去几小时总算比较缓慢地向北移动了。下午2点来到高雄南西方大约210公里的海面上，我们预估未来依旧以偏北转北北东，再转东北的方向移动，但是移动的速度依旧不快。那目前我们所发布的海上警报、陆上警报区域依旧哈。 海上区域还是东南部海面、巴士海峡、东沙岛海面以及台湾海峡。陆上警报区域是花莲以南的区域、云林以南的区域，还有澎湖。至于未来，我们预估它的移动速度不快，然后向北转北北东，预估明天会在南部登陆之后，再慢慢的往东北的方向移动。 由于它的移动速度并不快，而且我们预估台风它到我们陆地上以后，结构是会被陆地所破坏影响的，所以在我们所做的最新预报中有向下调整北部和东北部的总雨量。那随着台风靠近，明天白天南部地区的雨断断续续开始下，但是在下半天以后雨会变得很大。我也提醒大家，南部地区的雨。 它很容易在开始下雨以后，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，会快速累积降雨，而且会比较长时间的降雨。这特别提醒南部地区的朋友。就明天来说，在中北部地区还是断续的下雨，尤其是中部地区的降雨是比较零星的。然后预估各地都会有大雨或豪雨的降雨。然后我们提醒大家，在花东地区、南部地区。 中部山区、东北部山区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。